個問題咧就冇一個簡單嘅答案，每個人嘅原因都可以唔同，但通常都唔止一個原因嘅。我哋唔係要 judge 任何人嘅選擇，但係我哋想幫你了解背後可能有啲咩嘢係嘅動機係需要考慮，包括你自己嘅。如果講表面原因咧，你問人哋點解玩 Canvas 咧，最常聽到嘅答案可能就係感覺好正咯，冇錯，藥物的確會嚟帶嚟一種強烈嘅感覺，尤其係一啲配合性行為時候使用嘅藥物。即係所謂嘅性體驗提升啦。好多人都話 Canvas 咧令到性愛更加強烈、更加持久、更加解放。可以玩好耐，Ice 可以令人連續幾日都有精力，唔使瞓，唔使停，仲可以融入圈子裏面。當你身邊嘅人都玩嘅話咧，唔玩就好似變成異類一樣。呢啲答案都係真嘅，但係通常佢只係喺表面。如果我哋再深入啲睇，會發現更多嘢。係啊，啲深層動機方面，其實好多人嘅經驗話俾我哋聽，Canvas 背後係往往有一層更加深層嘅需要喺度㗎。第一個係連結。作為男，好多人由細到大都覺得自己唔同，唔屬於呢一度。喺學校唔夠膽講，喺屋企要收收埋埋，喺社會上面要做戲。Canvas 某程度上提供咗一種連結感，大家一齊嗨一齊玩，嗰種 belonging 嘅感覺好強烈。喺個圈子入邊，你唔使扮嘢。第二個深層嘅原因咧，可能就係逃避。日常生活有好多壓力，來自屋企啦，來自工作啦，來自身份認同、社會期望等等。有人覺得 Canvas 可以令佢哋暫時 switch off 下，乜都唔使諗，幾個鐘又好，幾日都好，起碼可以暫時逃離現實。第三個係自信，好多人平時都對自己嘅身體、性能力，甚至係自我價值都冇乜信心。我唔夠吸引啦，我覺得我自己表現唔好啦，我唔值得俾人愛啦。用咗藥之後，呢啲唔安全嘅感覺好似消失咗咁，變得更加大膽、更加 open 啦。第四個咧就係可能親密關係啦 ，intimacy 啦。有時候咧，有啲人嘅渴望就唔單純係性嘅，而係真正嘅親密接觸，例如俾人攬住啦，俾人接納啦，同人有真正嘅連結啦。咁但係咧，親密係需要 vulnerability 嘅，而 vulnerability 咧好難都好驚。藥物咧就可以降低呢一個門檻，令到人更加容易去打開自己。第五個係麻木，有啲人過去嘅經歷過歧視啦、欺凌啦，甚至係性侵犯或者其他創傷嘅，呢啲經歷都會留低咗傷口。Canvas 可能係一種解決呢啲傷口嘅一種辦法 coping mechanism， 令到自己去麻木，等自己唔需要感受嗰種痛苦。係啊，呢啲壓力尤其是喺少數群體裏面咧，特別容易發生㗎。喺 GBMSM 群體裏面咧，有樣嘢叫做少數壓力，英文叫做 minority stress。呢個係指作為性小眾，我哋長期面對一啲獨特嘅壓力、社會歧視，要隱藏自己嘅身份，同埋隨時要做戲嘅感覺。喺香港啦，甚至喺其他地方，呢啲壓力其實係真實存在嘅。好多人喺屋企咧依然唔敢出櫃，喺公司要扮直，喺街上面同你一齊都要小心啲。同其他地方比，香港嘅居住環境可能相對較細，私人空間比較少，呢啲咁嘅壓力咧係會隨之累積㗎。研究顯示，少數壓力會增加焦慮、抑鬱同埋物質使用嘅風險嘅。Canvas 某程度上都係成為咗一個 release 一個出口。所以某程度咧，呢一個唔係純粹一個個人選擇嘅問題，可能有更大嘅社會因素喺背後。呢個唔係要去俾任何 excuse 人，係想我哋更加能夠了解呢件事嘅複雜性。講咗咁多，我哋都係未話清楚邊個係動機係啱定係錯嘅。嗱，呢啲需要咧，無論係連結又好、逃避又好、自信、親密、麻木都好，其實本身全部都係正常人之常情。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呢啲需要嘅。我哋想指出嘅係，如果你想了解自己同埋 Canvas 嘅關係，認識背後嘅動機好重要。因為如果你淨係話我玩係因為感覺好，你可能會遺漏咗自己更深層嘅需要。而當你明白咗呢啲需要之後，你就會對自己多啲理解，做選擇嘅時候就會多一份考慮。你可以問自己，Canvas 係唔係滿足呢個需要嘅唯一方法？係唔係做最好嘅方法？有冇其他途徑？當然，如果呢樣嘢最後可以令你停到 Canvas 係最好啦，但係唔係話你一定要即刻停，而係透過你更加了解自己，可以更加有意識咁去做選擇，而唔係純粹俾啲嘢推住你行。之後嘅課程，我哋會慢慢探討呢個問題。諗下呢個需要有邊啲同你有關？用
今日我哋講咗 Can Fun 背後裡面嘅好多動機，由表面嘅快感到深層嘅連結、逃避、自信、親密同埋麻木，仲有作為 GBMSM 獨有嘅少數壓力。係呢啲需要本身唔係一個問題，問題係我哋應該用啲乜嘢方法去滿足呢啲需要。下一課係第一部分嘅總結，我哋會介紹改變階段模型，幫你了解返自己而家嘅位置。而跟住落嚟嘅練習呢，我哋誠意邀請你探索一下自己嘅動機。我哋下一堂見。練習 1.5 動機探索，呢個練習會幫你了解自己接觸 Can Fun 嘅動機，冇啱定係錯嘅，只係探索啫。如果你未接觸過 Can Fun，可以諗一下乜嘢令你對呢個課程感興趣。第一部分，表面原因，以下邊一個係你接觸 Can Fun 嘅原因？可以揀多一個。第一，感覺好正好爽；第二，性體驗更加強烈；第三，可以玩好耐唔使停；第四，朋友有玩想融入啲；第五， App 上面好難，好容易就揾到；第六，好奇想試下；第七，其他。第二部分，深層需要，諗一下以下你嘅需要有啲咩同你係有關係嘅，用1至5分去評論。第一係完全唔關事，第五係非常關事。第一題係我想有歸屬感，想同人 connect， 想被接納，由1到5分。第二，逃避，我想暫時逃避壓力，唔使諗嘢 switch off。第三，自信，我想覺得自己更加吸引，更加大膽，更加有價值。第四，親密，我想真正嘅親密接觸，俾人 hold 住，俾人接納。第五，麻木，我想暫時唔使面對某一種嘅感覺、記憶或者係痛苦。第三部分，反思，睇返你嘅答案，問自己有冇邊個需要係喺你之前冇留意到嘅？呢啲需要除咗 Can Fun 之外，你有冇試過用其他方法嚟滿足？了解咗呢啲嘢之後，你對自己有冇多咗一啲嘅理解？少少提醒喺度，呢啲需要本身唔係壞嘅，想要連結，想要逃避壓力，想要自信，想要親密，呢啲都係人之常情。問題係 Can Fun 係唔係滿足到呢啲需要嘅最好方法？長遠嚟講，佢有冇真正幫到你？你唔使而家就有答案，呢啲問題會喺之後嘅課程繼續。